姐姐今天要教大家唱什么样的客家童谣呢？这首歌啊，是我们常常用到的问候语，叫做“十报忙”。十报忙，没错。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客家童谣喽。你说这是一句常常用到的问候语，可是我还是听不太懂哎，这首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一首《十报忙》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不管是早上或是中午，你看到街坊邻居的时候，都可以告诉他说“十报忙”，这样子就可以拉近大家的距离哦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那我会了，我来试试看哦。Hello， 大家，十报忙。小龙姐姐好棒哦，马上就学会了。耶！那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要学哪些客家词语呢？走了。吃饱嘛？吃饱没？吃饱嘛？吃饱没？早晨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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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珠。正午。中午。动珠。正午。中午。行。走。行。走。哇，我们刚刚学了好多的客家话哦，那我现在来考考你们哦。吃饱忙是什么意思啊？吃饱了没？哇，好厉害哦！没错没错，吃饱忙就是吃饱了没的意思，听起来很亲切哦。对呀，吃饱忙虽然非常的简短，但是是一句非常温暖的问候语哦。那苹果姐姐，我们再跟小朋友一起跳这首《吃饱忙》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跳舞喽！一起说，吃饱了没？